又到農曆7月，香港周圍都會見到有人燒街衣，但係你知唔知點解要燒？點樣拜先至啱？今日開運，師姐會由時間、地點、祭品到步驟，一次過講清楚，等你可以安心做足傳統，唔怕犯禁。記住睇到最後，重點係嚟到。首先講時間，傳統上拜好兄弟最好揀傍晚至夜晚，即係大約5點後或者7點後。記得2026年嘅鬼節，即係農曆7月14，正日係8月26號，大家可以預早準備。地點方面，一定要喺戶外，最常見係十字路口嘅街角或者公園旁邊空曠位，千祈唔好喺屋企入面或者露台燒，否則即係請好兄弟入屋，到時就麻煩啦。祭品主要分2大類，食物同衣紙。食物方面，必備嘅有三牲、雞、豬、魚，象子豐收，可以用熟食或者素三牲代替。水果要揀單數，例如3樣或5樣。推介蘋果、平安、有子保佑，但切忌用梨梨、李梨、蕉李梨、鳳梨、旺來呢啲諧音，唔好意頭嘅生果。飯類白米飯、水飯都得。蔬菜、芽菜、豆腐呢類多水分嘅嘢，傳說方便餓鬼進食。飲品準備茶或酒，通常3杯。零食餅乾、糖果、杯麵、罐頭等等，即開即食就最方便。衣紙嗰邊你一定要有香同紅蠟燭必備，金銀衣紙、冥幣、往生紙、五色紙同埋紙紮衣物。另外可以準備一套全新嘅毛巾、面盤放喺台底，當係招呼好兄弟梳洗。呢份心意好緊要。如果想簡化，可以這樣，只係買一些燒肉飯、叉燒飯、雞飯、燒鴨飯、燒鵝飯，其中一種就夠。蔬菜、芽菜、豆腐、肥豬肉、湯飯呢類多水分嘅嘢，傳說方便餓鬼進食。飲品花生、糖果、零食隨意。香燭衣紙去衣紙店叫老闆執，快捷又方便。第一步，擺設供品，將所有食物同飲品喺戶外面向街外排好，記住全部要拆開包裝，唔好原封不動。第二步，上香點燭，點起一對紅蠟燭同3支香。有啲人習慣喺每樣供品上都插一支香，亦可以。開運師姐給大家一個貼士，用半個冬瓜做香座，穩陣又安全，唔怕吹倒。第3步，誠心祈告，雙手合十或者揸住香，心中默念或者細細聲講。今日係盂蘭節，我哋準備咗少少供品同金銀衣紙，敬奉十方好兄弟，誠意邀請你哋嚟享用。食飽飲醉之後平安離去，保佑我哋合家平安，事事順境。講嘢要恭敬，心態要正。第4步，焚燒衣紙，等香燒到大約1/3，就可以用安全嘅鐵桶或者政府指定嘅化寶爐燒衣紙。香港有啲做法會先燒觀音衣，當然係請觀音維持秩序，然後先燒幽衣。俾好兄弟，你可以跟住做。第5步，清理現場，等香燭同衣紙全部燒晒，就將所有垃圾、包裝袋執拾乾淨，還原現場整潔。拜完之後，記住供品不適宜食用。傳統習俗最重要係一份誠心同尊重，跟足以上方法，你就可以安心完成1年1度嘅鬼節燒街衣，即係盂蘭節拜祭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到你，記得讚好、分享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唔會錯過其他香港玄學及傳統文化嘅實用教學。仲有，你哋屋企有冇啲特別嘅燒街衣習慣？歡迎留言話我知，一齊交流。下次見，拜拜。